再來看這個有影是真罕古，這是新竹市呢，昨半暝半竟然有人佇個市區的路林咧踢骹球，這民眾是發現講有人甲車路當作是運動場，這爾危險的行為實在是不可取。也那警方是表示講會照道交條例來甲處罰。三更半暝竟然閣有人咧踢骹球，速度閣愈來愈緊，而且地點閣佇車路，有影片顯示新竹市拜里岸佇市區中正路，有人甲街仔路當作運動場，佇車路踢骹球，實在有夠離譜。這邊晚上平時路燈就沒有很多，然後就會比較暗，而且它要從巷子到大馬路，其實就很危險。很危險，如果就是他不小心踢到路中間，如果有車子或摩托車剛好經過碾到，就會造成那個。可能騎機車的人摔倒。民眾講真危險，警方表示會按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來開罰單，或呼籲民眾運動應該去運動場。民眾於道路上踢足球等行為，雖尚未構成阻礙交通，但如足球滾至路中或阻礙行人及車輛通行，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自單舉發。警方呼籲民眾運動應至適當場所，不可任意在道路上進行，以確保個人及用路人安全。警方指出，在車路踢骹球，唔但家己危險，無細膩，佫會造成車輛發生意外，害人害己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